这个查甫人楚留龙一日出口所在，带来一只狗对着后壁出来。这有合理吗？傻眼！伊毋若带狗楚留龙，带来佫带去爬盲啊！狗狗会受伤，好不好？秀秀它宠物训练超没品的。这个查甫人一日吊桥平台顶摸这只狗，另外一边有囡仔伫爬盲啊，有民众烦恼讲，伊带这只狗敢若是恶霸犬。 佫无用锁啊牵条咧，迄若雄雄去家囡仔看要安怎？公园里面看到这种很危险的动物的话，我会把小孩子马上带开，实在是太危险了吧？我觉得那种就是更需要就是有特定区域让他们去发泄体力，然后不太适合来小孩玩的亲子公园。 地点伫彰化市的花阳公园内底儿童公园，才有告示牌冒写，会当带狗来，抑过爱有锁啊牵条咧。这个查甫人带狗来，无牵锁啊，嘛无挂狗喙安，和狗直接爬悬爬近。溜滑梯啦，他没办法去控制那个速度，有可能滑下来之后，他的手撞到地板受伤了，还是说他把那个器材给破坏掉，因为他会怕嘛，他会用他的爪子去把那个器材给固定住，那有可能就损坏到器材一些设备。 训练狗的人员讲，恶霸犬也是彼得犬是较大型的狗，若有去公园，应该避免甲囡仔接触，上好甲牵一条锁，还佫挂狗喙安，安尼才会当防止狗仔失控。另外，主管机关动物防疫所嘛，请现场乡亲会当提供相关的资料，会进一步约谈甲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